总宝，老祖母，总宝，总宝，总宝。为君红子关万兵，总宝，红子真不养了，祖母。二岁里率随便地，谁知辽邦与其行，小天主十万大军为红贼。那小天主率领10万大军攻打红子，正是李元帅就应该调戏石家总兵啊！帅正是调戏石家总兵前去抵御敌军，真乃塞满脑上，真的他10万精兵。这江上元子真太敌军，为举红子率内急，命中报匹马单枪得重才，赢得敌手李率领举见征服敌军，兵不正常遭击标。可是那兵不上数王庆，那王庆。王庆啊，王我日上困顺阵，儿童他是功灭敌军。宋王爷怎讲？唉，宋王爷犹豫不决，担心无有过算神啊！看来宋王他又向各地求和了。那王庆正是立足迷糊呢，军心警戒。总宝，你快去请大燕王口天官实供，猜出宋王立即发兵。是。总宝，这一颗帅印啊，千万不能落在王庆的手中。顺儿遵命。文朝吩咐之中，这颗帅印不落王庆之手，听说又落到牧羊家，提起帅印。娘家
可愿随意？从来自国破亲有家，我怎能为私恨把苦水抛家？此一番要与宋王两法庭，查不是十大纠纷，我决我把兵法启禀太君夫人，大燕王叩天问道：好，他们二位国孙来了，想是当我天不负地水来了。杨辉呀，宋王他没有立准的决心，我天不负只有他随意点算。对，是不能让他们随意来点算。杨辉，你就是我在交场练兵，不得眼空，请严君天官多多担待。是。大燕王叩天官请。女婿苦尽发愿的，毕竟生人真生意。杨辉，老太君呢？启禀严君天官，太君夫人在交上练兵，不得眼空，还请严君天官多多担待。天官，太君夫人不知道你我前来点水的，杨辉是请太君。严君啊，既然太君夫人在交上点兵，我们何不去看看操练也成呢？天官，你要看杨府演兵，且待下回再看。只请君敬。严君，看好练兵才能先帅才哦。杨辉带路，嘴不成真耳边真，今朝
去捞出来了。他就是打破天门的魔鬼音。魔鬼音当年勇破天门城，我灭到了绝红色的挂水人。杨贵，说秦太君就是本与寇天国定帅来了。是，那小天主是魔鬼营的手下大将，这一下洪州之位可见了哦。启禀燕军听过，太君夫人是不急。不急，这是什么意思啊？燕军啊，太君夫人的意思很明白，朝廷一向有你不救，自尊不立，恐叫杨家死伤了多少英雄儿郎。太君夫人她是原文不平哦。这倒也是。天官，此情军情紧急，你我只有20连璧藏了进去。燕军啊，你藏进去能舍得做人他吗？这笔时候是好啊。杨辉，你就请伸头下来，就是燕军，哦不，就是太君夫人找我。对呀，秦魔鬼一起来进，来太君夫人就没有话可说了。燕军啊，今天这个水可不好跌哦，倒要请教。这个人啊，真是有英武有讲理哟！不准寇老公公的夸奖。喂。是了报而王小天主，神算是那小天主。嗨，小天主这个败将真是骁勇无敌，像李有山这样好的妇女都被他围困在洪州城下。看来我大叔长是无有能人是他的敌手了哦。小天主，我把你杀不死的反侧。你百姓起义有万金，大胆愤怒洪州城，杀死我归隐嘴巴兵临平战的小天主。
田君啊，二爷一个人是也是女在讲些什么啊？他在想帮你打破铁门阵之事哦。哦，铁门阵这一仗，我准我道听多深，谁是没有听二爷亲口讲过？今日不妨讲讲我们听听喽。铁哥，你又还有正事，怎么谈起夜市来了？真是要谈夜市才办得了正事呢。对，我儿啦，你公公既然要听，你就讲讲嘛。有个讲啊，那事情就往公公是谁？是你什么人呀？像你儿那是副将，空降到高兴之处，免不了要随府做到，也可冒犯了郡王与柯公公。好，我儿不必拘礼，郡王是你满身无责。那二爷请讲哦。遵命。儿曾把话禀郡王公公听，提起并了事，分在单转进那。到小铁柱的中军保障，王国人到达中军保障，只见孙策一路兵来，一员莽将刚出两会的马头，他是哪一个？儿大的小日记杀气凌人，莫不却是二王小铁柱？真是小铁柱！只见他头戴乌有盔，身披乌牛甲，胯下乌坠马，手掌托天叉，眼似铜铃，面似喷，身高长于色精神，你儿不怕这凶狠，走马叫转。那后来呢？是儿心生一计，我加拜下臣，那是不只是家进京在国，只见马头连着马尾，马着催出元帅迎在赵天儿的脑后挡来。哎呀！是儿闻听风声在响，急忙把头一偏，躲过此人，方生得人故事我是为首有才。好，只当得那小天珠宝
本图书，此村而逃也。哈哈哈哈哈！二爷真是好威风，好杀气哟！当时文圣将官我以诗句言语称赞你儿你，有也是称赞于你。天主拜天门一月困送兵，是儿当怎么样啊？他旁我到是君那，哈哈哈哈哈！既然小天做事最怕二爷，那二爷就该两次出征，再杀出人呐！公公，这是儿当年之事，是今嘛，我老了，不能带兵当仗了。你老了，不能带兵当仗了。哎呀，二爷啊，那么我朝之中还有哪个年轻人可以领兵当仗呢？是啊，这朝中之事，你儿是不知道了。哎呀，听二爷讲了白天当仗的故事。哼，我这个老口真也当过几个大仗，也来说给二爷听听了。你也当过仗？当过。怎么你儿是没有听人说过你？哎呀，你是我朝的老人，说的是老兵了的故事，我乃是新兵了，你当然不知道喽。新兵了？郡王，我朝之中还有新兵了，这是有新兵了，有新兵了。好嘛，公公，那你是讲嘛？你听嘛。听了帮新兵6万斤，杨六郎多杀三关女的精，老夫也俩这边的。公公，你还当过一两官？当过。怎么你儿从来是没有听人说过你是我朝的老人，怎么会听人说起呢？恰逢两军阵交阵，见了营的将，实有门杀得我送兵乱纷纷，乱纷纷。这一仗我们宋军是当败了，当罢了啊！当败了又怎么样啊？胡说！从我军二营损失了一个女将，只见她头戴凤翅盔，身穿蓝人甲，胯下桃花马，手提修龙刀。公公，这个女将她是谁呀？你不要打错，听我说下去嘛。这个女将一见小天做神之凶恶，先吃了一惊。公公，怎么这新兵了也有小天作啊？小天主那是了不得名将，怎么少得了他呢？你不要打错，听我说下去嘛。在战场上杀了数十个伟人，我军女将难以取胜，他拉着马头皮跑，小天主便紧紧追赶，一口马头连着马面，小天主便取出人手人才，找我女将就背后打来。哎呀！是哪是怕我女将就躲避不及，被他当得报恩吐血，落荒而逃。公公，这个女将她究竟是谁呀？还有哪个？就是二爷你呀？是你。公公，像现犯病了之事，是你儿在当小天主啊？我亲眼看见小天主在当你呢，分明是我的热国水当的那小天主报恩吐血，刺穿而逃，怎么这是他在当我呢？公公，你老了，一定是看错了。没有错，没有错。
我还亲眼看见你挨了打，还在眼里鼻涕的，哎呀呀呀，连宋英都不好意思为我。我在眼里鼻涕的，连宋英都不好意思为嘛？哎呀，公公，你这样说，哪一个肯信嘛？不信。当时某人将士为有司机也是讥讽于你，有何言是讥讽于我？二爷请听，铁柱白铁门已有昆送兵，是种他打你怎么样啊？你怕他到死尽我。元帅因我气色难平，此番洪州去我定把天诛请。公公，请啊！请我做什么啊？请与我一同去西征，看一看。老太君，下官这厢有礼了。不偏万里，老太君，我们奉了蜀王之意，大概与老太君商量引帅之事。哎，你们就是奉了旨意，我这里也负有奖惩嘛。no， 穆桂英就是大大的将人，他已经给了帅印了。中午。严君啊，宋王他亲信王亲，一贯执掌你后，何必让我杨家又去出征你？太君，那王亲之子出席酒，昔日将帅之才，王太君以国事为重哦。正是以国事为重，才死了我多少杨家儿郎。可是到头来，只换得一张确实的拟后之书。此事难怪太君问心，老贼也有些担心哦。蜀王此作以下决心，王太君夫人放心。严君，你愿做担保？愿做担保。好，是此，这就以老臣一前踏实，请将此番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苦准之时，朝廷再不得下旨以后，倘若宋王他听信谗言，我归隐而死，
将才外，军民有所不受，这理该如此。研究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老天公，你都听见了。将才外，众民有所不受，归于儿祖母。天国父教育儿，一子他宁愿我儿为国家再立世勋。此去解决红罪人，何必儿当年破天门？你今身挂元帅印，引兵不成须精神，你偏离金兵有罪为，我命但愿儿旗开得胜，开剑归天国父把话言，做不为儿把公亲。要为桂英儿准备启程之事，甚为了太君夫人请你上奏。二爷，军情紧急，说到交场点兵。要儿点兵啊，是因我一件大事。哪一件？啊，公公，你要知道，你可是初次挂帅，一定要选一个能征官转熟悉的人的县印官。哎呀呀，这样的县印官到哪里去找啊？要是没有，我偏不去。好，元帅放心，一定给你一个合心合意的县印官。真的？好，那我就去了。老天官从来是知人算万神挑一个县印官叫你有戏哎呀，老天官啊，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合心合意的县印官啊？有一个载载野人的县印官才，哪一个？元帅先引不到，本帅初次点兵，先引不到。元帅向来发兵长奏，先引披挂不绝，但把元帅宽点一忙，旗鼓重点。是，旗鼓重点。谢二营有，左右营有，上枪断刀水有，摆割连水有，西宫一两关有，私人地理关有，万象有，县营不到，县营不到。如红旗大领条是，算县营，算县营。耳听转县带上新右进辕门下问登到，县营金大营见过元帅村，本帅初次点兵，你因我不到，比家来自帮元帅私财，就有本帅怎么不娘面呢？有才不管，死里服财，姐。退下。杨少爷亲手有送。
引兵，你怎么是来迟啊？为的是要去别家吗？别家？你别的什么家？谁说别的你呀？别我？啊呀，杨少爷，我当了元帅，难道你都不知道吗？谁是不知道哦？不知道吗？是该问问家里的人呐。我去问哪个呀？刚接过先锋营，你那车军鼓就咚咚咚的响了起来，我连披挂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去问人呢？啊，这样说来，倒还是我的错。当然是你的错啊！你既然要去帅印，谁该与我商量一下，才是你的道理哟。哎呀，夫妻面都未为，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商量啊？这是郡王柯公公辜负演讲，王罪被困死局，若不招发大兵，只怕要负军国大事。这个我比你明白，你明白最好。你这只金瓜帅可是萧天柱他？萧天柱怎样？他是我手下的大将，我此去难道还怕他不成？此法的萧天柱可不比宪法的萧天柱啊！今日的穆桂英也比不得往日的穆桂英。你不要太自夸了，你未免太胆小了。我杨宗保岂是那胆小之人？我穆桂英是以死心之心。你呀，你就只可率引我实实的替你担心我。兄友振作，你替我担忧何来？我罪你负你射尽，这乃不是统帅之责。此番前往洪罪一旦掩护军纪，只怕颠覆我杨家昔日的威名。这样说来，我还不配当元帅，怕颠覆你杨家昔日的威名。杨少爷，你未免太小量神了。我就是两得罪你，我是你就是两不罪，两得罪，两不罪，两得罪，两不罪，两得罪。前番天门城，我又是怎样把它破了的呢？这个哪个？现派打破天门阵，乃是我家吴伯母调遣有方，你不过一时骄淫而生，这哪能算得是你的才智啊？你两目夫才，此番郡王与柯公公为何要挂我为帅？有没有挂你为帅呢？这个哪个？这是你的勇气好，嘿嘿，你这元帅能胜得过我这老仙英不成呐？哈哈，胜不胜得过你？到两军城前再看分晓。宽与不宽，总之我不能在你名下厮杀。哎呀，你，哎呀，郡王啊郡王，你只要挂儿的元帅嘛，谁不该挂他的嫌疑？我们夫妻相称，哎呀，你叫我怎样迎宾啊？哎，郡王啊郡王，你只要第二的嫌疑，谁不该挂他的元帅嘛？叫我听他的了解，真是难受哟。司营官，我元帅好，我们四境多结了银信，这个哪个惨不抵挡？往事请啊，请来做甚呐？请来与本帅共议军情，我们再好领兵出阵。这军情大事，我元帅永在大量，你是记住主张好了。咦，我请领你军情，你都不去？看他这个样儿，也太狂妄自大了。要是任他一无影，岂不欲为我引军将领？这，我倒要借他一个厉害。薛营官，我元帅，你的价值可不要背得太高了。
我是他山的架子越陡越高啊！你嘴巴不要那样硬唱。我是大王的弓越拉越硬。你这个架子到底与人差得了不？我得对一宽呐！这营中要操个架子的人，恐怕还没有出事呢。旗鼓参北，传先营，传先营，传王力不是铁石营去旗鼓冲冲。呼呼，顺了真了。报，谢营告进。上是元帅，下是谢营，谢营见过元帅，传跪下，跪。哦，好嘛，跪就跪嘛。先营开令，得令，先营开路，得令。转来。你去为元帅，你助我把兵牌，自己做主宰，何必为我呢？此去上传拜天下喜寿哉！养家为民财，不胜不归。来，谁与将心，倒是与杀人之勇，神出之子。令下有大军不分昼夜，策发洪灾。
我来攻出兵。是。元帅在等着你，快进去吧。哎，你可要小心了。见过元帅，你到哪里去了？此人与那小天主这子交准去来。哟，看县营官志气昂顺的，想着把小天主请下了。来呀，要把小天主绑上来。慢了慢了。哪有这样容易就把小天主就拿下了啊？这样说来，你是当败了。我这老仙爷又在哪里当过好多巴掌啊？既没有败，又没有胜，人家摧毁了。啊，两家以为走的，哪有逆乎之理？那你是怎样为来的？我元帅，你想想嘛，小天主带的人马多，我带的人马少，他是过几国把过几路，年年闹闹就把我这邪淫国送回来了。这样说来，你是当败了，送回来的。我来问你，此番这尊国文与本帅的奖励，你为这引军路上，我到哪里去讨奖励啊？打仗！引军路上曾下令，我真算是去调兵，满身你此去当满人，总完事怎样？人军法也当要分战役，你要战！我不是临阵为所去的兵，我不是贪功多少为风声的军讨追应层层。我元帅，你战不了我这个老邪兵，他此次情事默默归与那不嫌疑兵官，官司此将将子的李为军民我军一乱出的标准与我把仙营困太侧营出来。元帅，你让他必须战仙营，只怕与军不利，恐怕元帅困恩，把他带进去。元帅别战仙营，元帅别战仙营。我曾结下的心你为将军请息，本帅照准生死，将仙营放了。不归应，你为什么不战？你为什么不杀？两地也不归。死人可少，我才难免。让我吐下去这当四十军棍。是。等我
元帅，请元帅念上。金佛莫元帅军纪严心高气傲是他的天性。关系他国家存亡不千万生灵，我们大军刚到三关口，
本是将门子，我是不须多人。
大宋皇帝诏曰：亲自去报，真心诚喜。遇到是穷寇莫灾，咱莫归营立即办事为朝，请赐谢恩。元帅，将这位军民有所不遂，这位军民有所不遂。元帅，元帅。宋皇帝诏曰：我爱卿出使之前，实为劳苦功高，但遍地风华万一莫临为上。既然并不是了王卿为你如此，你了过你的命运永续何好？咱们爱卿接着办事为朝，请赐谢恩。升天后接旨呢？王大人，你身为兵部次官，这个活是给你的吗？我杨家当了省长，为什么还要你我立手？这是圣上的旨意，下官真是蒙旨啊！杨继忠，在与我兵法有罪。接旨万岁！大宋皇帝诏曰：朕数次下诏，咱们爱卿办事，至今未见一兵一则犯禁。朝衙内外谣言纷传，到爱卿有不臣之心。主报。朕素知杨家莫名忠良，总理有事公倨傲之谁？请凭了公告，朕适当封赏。王卿接旨后立即办事，一并要错，请赐谢恩。文官朝廷龙全民，宋王言不惜疆土遭人亡，18年不是岁，今日里沙场生兵苦苦，御用恰眼睁睁，大号传奇赴东北，我杨家三代将心表明，为贼上恰落得过拆弹中心。朝廷
王子一马儿，我夫妻在船上，无人性命得个肯，杨家将不顾现实沙场人，掐不了落得过关你的财命为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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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隐住啊！你们哪里知道，啥不是你寇老公公以身家性命担保？交上去，哪里有你们说话的太君，寇公公？走吧。辽邦收复燕军16州，以死伤退征。从今以后，杀父灭贼，报效朝廷。特举勤劳天官，配向朝廷，交还。将修辞高老万象，
告诫，现在在脚上庇护的水，就愿边关。王法意思，边关告诫，脚上庇护的水。少正你马三阶神马七阶，你能成神马八阶，我能神马九阶。七者严峻，真掉一只黄龙，赛马拒接接走，这啥应该是我们黄龙的了啊！也就带兵必接也能受的帅印，帅子必服。是，以我有旨，脚上必服。也就我黄龙1885年节近，这啥应该是我们黄龙的了啊！有些水，我黄连的夜宵是经过轰了，我脚上我把轰了下去。妈，你这小孩子有话说。三马九阶不足为奇，此刻我的父王他乔自知，可直接这才金钱也。只见金钟光线，金线落地。眼睛啊，好一个凤凰的脚之间哦！脚上别无岂有小手呢？还把轰了下去。慢，王大人，朝廷比武点赛，原为的是不拘噶录取人才。小小年纪有这般武艺，此乃是国家之大恩，真是无奈呢。比武点赛岂是儿戏哟？谁的境界落地，又不是儿戏哟。哼！我方来的是臭小子，既走进去何罪己？可怪于我死不服你！哼！别，小鬼！哼！记住，这位小将外地在捏我。没听过脚上比武杀死神不偿命，这是历来的规矩嘛。哎呀！与我爆了，与我杀了！起来，王大人，刚才你不是说过，脚上比武杀死人不偿命，是历来的规矩吗？难道我就死在他手中不成？王大人，教长之上，外国听阎王切身做主哦。燕军
这小子一来就轰到脚上，一脚手便杀死我与王人，可来顶上有人怕钱。王大人，你且坐下，待本女问来。小将，新人名在是哪一家的子弟呀？呱呱嘴把切谁知道？天谁不对北爷爷胡三王，还北爷爷杨继义生辰进到领宫啊，说他竟是我曾祖父沈天惠莫桂英是海天呀，我叫杨继欢，我是杨文华。小将，你们是何里得是一手妇女呀？大千岁听命，我杨家自从高过东军，老祖宗日夜操劳，苦不怜病。我兄妹是与不知西沙路，下二在练武场上多成婚，10年万岁。刘成功，领取了18万兵器，接天亲。你们是何有大兵进来了？听得了报我满兵，老祖宗特地命我们兄妹2人赶听消息来了。老太就知道我外边放心不下，人民小先生特听消息来了哦。什么放心不下？分明是到边境查事来了。燕军，他们还没有讲完呢，你们快往下讲。大千岁，想到你爷爷逃往公园镇，我的娘常着吃着巨龙饼，老杨会上古今乱点，杨排公也曾随君恩。是今日杨家高老为援军，我兄妹送礼到古边京城，要我们巨龙门外追一程。看杨家一代更替，一代生。也就老太君的意思明白吧？他要文广兄妹包要朝廷，放兄妹2人在交上得了亏损，这个元帅们，提过是的也是。燕军，你问来问去，经不过所以见他不成。交上必负文广得了亏损，这胡德英就该是文广的了。他杀了我的儿子，我定要他丧命啊！王大人，早定有国法，必无有规矩。你身为当朝大人，尽管当着普天下英雄之面，
论了我大宋朝的烈力。难道我儿就爸爸死在他手中不成？王大人，杀是一个死字，你心里明白。杨家死的人比你王家多得多，穿得多，更是远得多。他们想惹上名气啊！铁棍死得有理，至于你儿亡人，应该本女择命所亡，予以合葬便了。本光进化在盗票亡人，死你无罪。大燕君，你今年故事传为个小子瓜说不成？也就分光30年月，尚有升天莫会应承。对呀，本光进化在你默默归因为正了元帅，你兄妹二人为马前行。祖母命你们兄妹进京，吞听的朝中之事是何？娘，你们少做大事吧。哥哥，启明，我的领遇见不得已，是真是假，难辨认。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呀！是真的。
不懂经营，你是哪里来的？娘，这了帮小天主请来我北京，本阎王在教上比武宣誓，之后儿下的教上劫财金钱，一儿说的金钱落地。还有刀劈王门，把钱财拨家财于我，凡是想着周口帅意，娘叫你挂帅真了去你是个好的，嘿，我本来就是个好的嘛。你与我进前来。明你团子去偏进，谁叫你教场去吧是非神，你的刀劈是小黄人回家万好元帅英兵。你是城里官年纪小，谁替你挂帅去领兵？你想奴才，叫杨贵快把奴才困少夫人。快用我把这奴才困了！是。少夫人，如今我是困不成小少爷喽。拿来，拿来呀！奴才，你刀劈王人他来了，糟蹋帅意，这完了的。给为娘将你绑上边去万应钦差。娘，我下次不管了，你少量我吧。娘，我下次不管你少量我吧。娘，好，为娘不困你了。娘，你真的不困我了？娘，你骗我！为娘真的不困你了，快来拜过帅印，我们最好一同领兵出征。娘，你真的不困我了？哎。谁为娘钦差到偏境？这帅英烈，这还不呈上来？是。心
帅印，送进了沙上又成我杨家军。凤光剑花上刀锋前，明起那徐江入宫，侍候你娘亲去殿。我身边一副杨万祥，在他掌前与去少了骄忙，而将领风光兄妹年纪小，他上层当长，我不放心。儿啊，你是风光兄妹年女，那宗保当年也是一个少年儿郎嘛。哎呀，祖母，风光兄妹怎与宗保当年相比？这是我杨家八方，只留下这一马单船呐。老太君，启禀老太君，本王看见过，请手动下生之类了。眼珠天国，杨辉啊，打开正门，参见死。打开正门，有请八爷王开天光。老太君，眼珠啊！老太君，老天王，可见君王开公公。神仙，老太君啊，这20年的岁月，真是难为你与生天了。好了，来，是王有生之在此，请来接旨。严琼啊，这孙子们不妥也罢。帅印在此，
请求王爷柯公公代为便经，甚于送往。儿啊，你是一向以国事为重丢，半夜自称怎堪色胆为国分忧？父王已经回我，谁知道生死中他生是责备你？去王，儿从下家归天，这20余年来，从未再垮掉儿总有报国之心，也义无报国之力了。身体后这就不得了，野猪老夫也是活动境界，就闻听的私下里尊重纷纷。尊重什么？尊重铁伯父报道不牢，杨家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哟。这是和东府老的一番美意。其实和东吴老一番美意，也是天下百姓们一片希望前3月而已。四重边关顺东湖，杨府跟山寨早相拥。不懂地此不变，早相拥草原，为的是保护家乡。吴老门是老太君，亲自督场不是郎，升天你是文姬起舞，心肠勇，都市里母军插仗在丛中，一声令下。乡亲心连不住，只是他们想当船而已。乡亲心连不住，那天下的老百姓啊，老百姓，谁天后你可知道？那天灯光秀美，在教场比武得快的情景吗？那一天比武定胜，小兄妹马上得快，这私下里浑身真累，都是为遇见杨家出江在我。传言纷纷，金针光，门前正是杨文广。朝
我老夫前来活动，从今日开始，5里一场，10里一定，他们父老已有顺相插走为与大宝，百姓们再拜求是，一定要严重我老夫，把杨家家请出山来。他们是千万百姓的生死安危，切记升天后你的身上了啊！升天后啊！你不念老君王奔波千里，你不念我老口子真心一片，你须念天下百姓很殷勤，你须念他好山早为敬，有道是我家兴旺皮肤真升天啊！你身为大将乃是气，升天你在抬头看一看阎王太君，还有我这个老口子。大发苍苍一模年，
就让比武的帅印，我的儿一马三箭射得正，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剑才金剑落才人，那王人一剑起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飞杀三儿并两人，他却一刀劈死小黄人，老君王才叫上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红不辞，口吐真恨情，他是他杨凌公本是他先生，他是忠保的儿子，燕赵的神，他越过真祖母锁太君，莫怪我本是儿的娘亲。老君王听说他是杨家儿，不家才犯界元帅印，老太君为国要心中，命我挂帅去听责任，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让我忠立命，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个到朝臣。我归53岁多不老，不比你才人我为隐门，真是惊人把教场进。军中的领的聚财行，此一番去到两军城，两是元帅二贤明，你那边要出动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责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须无影娘。2三位英雄胆，谁怕二王小责人，2要匹马带枪杀到边境，头一人当
兄弟杨宗保，我不是破天门的末世鬼影，凭理什么去复古城？我们老夫老妻要兵马俑。